时间都解开每一天。静静，哎，你说这顾南州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啊？我跟你一起干活，一起吃饭，怎么了？跟个控制狂一样，什么都要管。你和他是因为我才吵架的吗？是啊，他老是疑神疑鬼的，觉得你对我有意思，觉得我们俩会发生点什么。要真像他想的那样，我们俩认识那么久了，还有他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哦，顾南州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吃饭。你就刚好跟我和张颖一起来了。好巧啊！那你刚才发什么消息啊？问我在哪儿，跟谁在一起啊？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有你这么道歉的吗？我们去其他地方说。哎呀，你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。对不起，真的很对不起，是我不好怀疑你和张颖。还有呢？把你偶像的话弄脏了，也是我的错。还有呢？我给你带礼物。我丑话说在前面啊，你要再敢给我打折券，我当场灭了你！不是打折券，是我亲手做的小龙虾，还有别的礼物。不过，我现在还是很讨厌你。你之前说了那么多过分的话，还幼稚、小心眼、嘴毒，还……你干什么？我在诚心诚意的道歉。你快放开我！不是说还有别的礼物吗？噔噔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原谅我了吗？原谅了，原谅了。灰暗的云霾也被时间都解开，每一天开始对未来无限的期待，遇见你是最美好的邂逅。